疾管署即马有公告，讲这卫福部新配10万ton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经完成啊。这批疫苗是同样药品得标，供应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，按算20开始做。呼吁这高风险对象要赶紧来做，若准做的人少，无排除会开放第2批。天气寒湿时，流感疫情持续伫高峰，加上进前艺人持续湾熊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，全台湾公费流感疫苗是大欠货。统计到2月12日，全台湾敢若剩11000支。不过，根据疾管署的公告，另外采购的10万支4价流感疫苗已经完成采购。那疾管署在2月11号完成105000剂的一个采购作业，那由东洋公司得标，我们可以如期在2月20号提供给高风险的一个民众来做接种。新买的10万剂公费疫苗，按算伫2月14完成验收，2月20开始做。11类高风险的对象会当优先来做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标案有台湾东洋甲赛诺菲2间厂商来标，标价金额分别是1270万5千块，甲2436万。落尾手是由台湾东洋标着，算的一支差不多121块，比较去年度的采购案，一支是242块，差不多是半价。因为是个很紧急的一个所谓的公卫的需求。这次我们招标是那个细胞型流感疫苗，跟我们在去年9月开始供货的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疫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用来防范，你没有办法去预期什么时候会发生爆发，所以每年我们都还是会保留一些量来预防这种突发的事件。这个供应的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，不过65岁以上的侪岁人因为免疫记忆退化。部分的国家选择采用加强型的流感疫苗，也就是内底有刺激免疫反应的成分，来加做因公费互民众做的疫苗。疫苗厂嘛解释讲，经过疾管署的考虑，这个也无机会列入去公费的名单内底。不过上紧有机会伫今年的秋冬或者是明年加入。也若现处时新买10万剂疫苗，拄好伫流感高峰的上尾期到位。打不完的话，他们的效期通常在4到5月就过期。势必要开放给其他类的族群施打，不过这个几率可能不会太高。有第一线医师分析，头一批着资料的机会真大。疾管署嘛希望高风险的对象会当赶紧来做，若是来做的人无遐济，嘛有可能会阁开放第2批通好做，希望会当达到防疫的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